小姐是我。嗯，上次跟您说的人事名单现在已经报上来了，新来的人有王立业、胡敏、南宫琉璃。什么？南宫琉璃？对，南宫琉璃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帮我盯着点，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汇报。这个南宫琉璃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顾西城，你今天总看我干什么？突然发现，你跟其他女人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是个普通人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院长叫你苏小姐，而不是贺小姐？我最开始来的时候，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姓什么，就随口说自己姓苏。哦，原来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那你以后去的时候，我陪你去。顾西城，你以后还愿意来啊？对啊。顾西城，敢不敢跟我比赛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赛开始啦！我让你100米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心。喂，思源熙，现在顾西城身边有一个女人叫做南宫琉璃，你想办法把她弄走。南宫琉璃，他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他赶走？她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能……锦溪，那个，没什么事的话就，我们改天再联系。